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末世的潮头甲刀生的对策。路加福音21章50到36节。路加福音21章第5节，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宝石甲奉献的物来装饰的。耶稣讲：日子得要到，恁得看的这一切，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两块石相搭。门徒问耶稣：老师，这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时，有什么兆头？耶稣讲：要谨慎，毋通受迷惑，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奉我就是基督。佮讲时机得要到啦，恁毋通缀因去。恁听到战争甲暴乱的消息，毋免惊吓，这个代志一定会大声发生，毋过终局袂随时到。耶稣继续甲因讲：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甲攻击国家，有大地动，真侪所在有饥荒甲瘟疫，阁有通惊的景象甲大奇迹对天顶出现。这个代志发生以前，人会掠恁，迫害恁，甲恁交互会堂甲监狱。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互人掠去君王甲总督的面前。这个是恁做见证的机会，所以恁的心就抓好定，毋免先想要安怎辩明，因为我要赐恁口才甲智慧，互恁的对敌无一个会当对抗，还是反驳，连恁的父母、兄弟、亲族甲朋友嘛会甲恁出卖。恁中间有人会互因害死，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不过，恁连一枝头毛都袂失落，着忍耐，才会得到性命。恁看到耶路撒冷互军队包围的时，就知这个城得要毁灭啦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城内的就离开，伫庄骹的毋通入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是要应验圣经所记载的一切。伫遐个日子，有神因的甲互婴仔食恁的妇人人非常不幸，因为大灾祸得要临到这个地，上帝的大受气得要临到这个人民，因为互刀剑杀死，嘛会互人掠去逐国。耶路撒冷会互外邦人吞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期限满。迄时，日、月、星拢会显出兆头。地上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吼，惊吓不安。人会因为这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，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拽。迄时，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关联，甲大阳光坐云来临。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，恁就举头挺身，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啦。耶稣阁用譬喻甲因讲：
恁看无花果树甲一切的树，恁看到遮个树不远的时，就知热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遮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就知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世代还袂过去，遮个代志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恁家己着谨慎，才免因为贪食、酒醉甲生活的快乐，互恁的心麻痹。直到迄日，亲像雾梦忽然临到恁，因为迄日会临到住伫全世界逐所在的人，着不时警醒祈祷，互恁有气力，通逃避一切得要发生的代志，通徛伫人子的面前。默想，关系耶稣的圣经预言，大多数伫历史上拢已经应验。也未成就的，就是伫耶稣再临的末日光景。耶稣这段关系末世的提醒甲勉励，是因为门徒咧夸口第二圣殿的水，明显是袂记得，也袂当理解。才几工前，耶稣为着耶路撒冷要受毁灭的哀伤，门徒真紧张，所以就问一个你我咱拢真要义的问题，就是当时。毋过耶稣煞是关心伊的门徒，甲焦点放伫掉头甲背叛。咱敢找到上少4种歹掉头，甲一个互咱会当勇敢壮胆的正面掉头无？以后听到国际，特别是中东的新闻的时阵，凡事会当甲耶稣的预言对照咧看，因为耶稣要以咱的性命平安，相信伊的话永远袂空空，一定会互咱有得救的智慧。搁较要紧的是背叛的对策，譬如讲，莫互假基督怪气。免惊吓，危急的时阵莫入城，莫因为宴乐甲生活烦恼来空空过日。然后耶稣期待咱心思谨慎，意志坚强，爱有为信仰受迫害、出卖，甚至殉道的心理准备。甲因为信耶稣来受掠，当作见证的机会，也祈祷无煞。咱敢有陪伴过即款的生活，来迎接主的再临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将末日真相甲咱开拆，也应允你疼世间属伫你的人，着疼阮到底。当你所预告的历史对白上帝的旨意逼近的时阵，求保惠师帮助阮遮的信靠军队主的人，袂做糊涂人，正做一阵时时警醒祈祷的心灵战士，迎接你荣耀的再临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